大家好啊！近排大家有冇發覺街市有好多蓮藕買呢？我見啲蓮藕又幾靚，今日我哋不如煲翻個蓮藕豬骨湯，等大家補血養顏，補一補滋潤下先。材料有豬骨1斤，豬骨營養豐富，煲出嚟啲湯又濃郁，而且啲肉又腍滑，我嚟煲湯都唔錯㗎，可以增強抵抗力。再準備蓮藕2節，我哋選擇蓮藕嗰陣時，最好揀啲側邊有個折位，咁就唔怕啲泥污染到裏邊啲蓮藕。話咁快洗乾淨咗蓮藕，擺埋一邊先。另外，我哋再配搭一啲煲湯食材，有紅棗6粒、眉豆50克、赤小豆50克、陳皮1片，同埋薑3至4片。首先，我哋浸咗眉豆、赤小豆先。眉豆、赤小豆有唔錯嘅去濕功效，浸佢半個鐘就可以㗎喇。再用凍水浸一浸啲陳皮，浸到佢軟身就可以㗎喇。另外再準備一啲薑蔥呢，陣間我嚟幫啲豬骨飛水嘅。紅棗去核，我哋而家處理埋蓮藕。蓮藕個節位我哋切走佢，唔知你哋愛唔愛個節位嘅呢？麻煩大家可以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就覺得比較污糟就唔愛啦。跟住將佢去皮，同大家介紹蓮藕嘅功效啊。蓮藕可以清熱生津、健脾胃，有潤肺止咳嘅作用，仲可以有豐富嘅膳食纖維，改善我哋腸道健康。咁唔單止咁樣，仲有鐵質，可以補血、改善貧血，仲有穩定血糖、滋陰養血嘅功效。咁我哋揀蓮藕就要揀啲比較短身、肉大、外表呈黃褐色。市面上有2種蓮藕，一種有泥，一種就冇泥。煲湯就最適合揀啲有泥，煲起嚟鮮甜好多㗎。啲豬骨清洗咗，我哋而家進行飛水嘅步驟。我哋將豬骨凍水落鑊，再加蔥同薑啊，可以去酥味。再俾啲紹興酒，跟住大火滾起佢。大火滾起計煮佢10分鐘，將啲血水同埋啲雜質逼佢出嚟。飛完水，再用清水沖一沖洗，再用鉸剪剪走多餘嘅脂肪，煲出嚟啲湯就會鮮甜好多，又唔會話好肥膩。果皮浸軟身刮囊，眉豆、赤小豆我都沖洗完啦，再加埋紅棗薑。話咁快煲湯材料我哋準備好啦。今日我哋用3公升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將所有材料放晒落去煲，大火滾佢15分鐘。之後再轉中細火煲佢2個鐘啊！話咁快就煲好咯，最尾我哋加啲鹽調味就可以飲得噶啦。蓮藕豬骨湯話咁快就煲好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個影片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大家可以趁住呢個蓮藕當造季節，煲翻一碗靚湯俾屋企人飲啊！呢個湯唔單止可以補血養顏、健脾養胃，仲可以有益健康。蓮藕嘅清甜，再配搭紅棗豬骨嘅濃湯，真係一道既美味又營養豐富嘅湯水。